你即將聽到的是一位女性的故事。她曾掌控一個國家超過4000億美金的財富，她的薪資從未對外公開，而根據她家人的說法，她的權力遠遠超出了她名義上被委任的職權範圍。這裏是新加坡，而這就是何晶。要理解這段故事為何如此重要，首先必須了解淡馬錫控股究竟是什麼。它不是銀行，也不是私營企業，它是新加坡政府的主權財富基金。它是國家持有新加坡航空、星展銀行、新加坡電信以及數十家構成國家經濟支柱企業股權的工具。從實際意義上來說，不論是誰掌管淡馬錫，都在管理每一位新加坡人的財務未來。因此，當2004年1月新任執行長獲得任命時，你原本會以為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一個公開的程序，一場透明的精彩。然而，實際發生的情況卻低調得多。何晶是由當時的總理吳作棟直接任命為執行長，完全沒有經過公開徵才，也沒有任何透明化的程序。這項任命之所以讓人無法忽視，是因為一個簡單的事實：這位現在掌控新加坡國家財富的女性，她的丈夫就在同一年即將接任新加坡總理，也就是李顯龍。政府堅持這是任人唯賢。許多新加坡人接受了這個說法，但也有許多人私下質疑，在一個擁有500萬人口且不乏金融人才的國家，為什麼總理夫人會坐上這個位置？這個疑問從未消失，反而愈演愈烈。在最初的幾年裏，批評者似乎找不到什麼把柄。在何晶的領導下，淡馬錫大舉擴張，建立了全球化的投資組合，淨資產也隨之增長。該基金進軍私募股權與新興市場，進行了多項登上帝王級頭條的新聞性大膽投注。接着2007年來臨，一切都改變了。那一年，淡馬錫對美林證券投資了50億美金。美林是華爾街歷史最悠久、最負盛名的銀行之一。表面上看，這正符合淡馬錫一貫那種雄心勃勃、反向操作的典型作風。當時沒有人完全意識到，美林證券正坐擁堆積如山的毒性房貸債務，而全球金融體系也即將引爆。2008年，美林證券的股價暴跌了78%，淡馬錫最終慘賠數十億美金，被迫拋售持股。這只是其中一個傷口。隨着全球市場崩盤，在短短一個財政年度內，淡馬錫整個投資組合的淨資產縮水了390億美金。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並非單一次的錯誤投注，而是一種風險暴露的模式。美林證券只是其中最顯眼也最令人難堪的象徵。面對這場風波，淡馬錫宣布了繼任計劃。2009年2月，董事會揭曉由礦業巨頭必和必拓的前執行長顧茲博接替何晶，主席對他讚不絕口。據說何晶本人也參與了延攬。這看起來一度像是要走出艱難篇章的有序交接，但5個月後，顧茲博辭職了。官方沒有給出詳細的解釋，只有一份簡短的聲明，提到雙方在策略方向上存在分歧。分析人士與知情人士推測，他對淡馬錫內部的官僚文化感到深感挫敗，儘管官方從未提供正式說明。他選擇了離職，而何晶就這樣留了下來。不是多待一年，也不是多待幾年，而是又待了整整12年。當他終於在2021年10月卸任時，他在紀念冊中將自己描述為一名不情願的執行長，一個從一開始就從未真正想要這份工作的人。在位18年後，他卻說自己不情願。當時的社會大眾早已對這個詞失去了耐心。如果說投資虧損引發了對判斷力的質疑，那麼薪資問題則觸及了更深層的核心，也就是問責制度。淡馬錫並非上市公司，雖然它會發布關於投資組合表現的年度報告，但對於領導層的薪酬制度卻幾乎隻字未提。對於全球大多數主要的國家主權財富基金而言，一定程度的高階主管薪酬披露是標準做法，但在這裏並非如此。2012年，
台灣媒體發表了一篇報導，聲稱何晶的年薪約為9900萬新幣。這個數字隨即瘋傳。大馬錫予以否認，政府也發表聲明澄清並駁斥該數據，但關鍵在於官方始終沒有提供實際的薪資數字來取代它。這則新聞後來淡出了，但疑慮卻從未消失。到了2020年，類似的傳聞再次在網路瘋傳，這一次政府採取了更強硬的手段，動用了前一年剛通過的防止網路假訊息與網路操縱法案 （POFMA），針對轉傳該數據的頁面發出正式的更正指示。這項針對假新聞的法律被部署了，該數字被宣告為誤導。然而，官方依然保持沉默，沒有薪資範圍，沒有概略數據，什麼都沒有。這種諷刺意味對批評者而言顯而易見。政府動用了旨在打擊誤導資訊的法律，其目的並非提供真相，而是為了壓制一個數字，卻不曾用另一個真實的數據來取代它。最後是總理的親弟弟李顯揚公開算了一筆賬。他指出，即便以保守估計的5400萬年薪計算，何晶每天的收入也高達約148000元，大約是總理申報薪資的25倍。至於這個數字是否準確，除了大馬錫內部的人之外，無人知曉。而許多人認為，這正是問題的核心所在。到了2017年，關於何晶的質疑已在留言板、反對派部落格以及耳語之間發酵了10多年。然而，誰也沒料到，最具爆炸性的指控並非來自批評者或記者，而是來自李家內部。2017年6月14日深夜，總理的弟弟李顯揚與妹妹李慧玲在臉書上共同發表了一份長達6頁的聲明，刻意繞過了新加坡的主流媒體。他們指控自己的哥哥濫用總理職權，違背先父李光耀要求死後拆除故居的遺願，執意保留歐斯禮路38號的宅邸。他們指控他建立政治王朝，為兒子的掌權鋪路，並動用國家機器對付自己的親手足。這類指控如果是出自新加坡其他任何人之口，恐怕早已演變成一場誹謗官司。但他們並未就此止步，他們將矛頭直指何晶。他們寫道：李光耀的妻子始終遠離公眾生活，僅在私下為丈夫提供建議，從不指示文官系統，也從不操弄非正式的權力，而何晶卻截然不同。他們表示，他的影響力無孔不入，儘管他不具備民選地位，也沒有任何正式的政府官職，他的影響力卻深植於政府內部。他們指控，在2015年2月李光耀於加護病房病重期間，何晶曾以總理公署代表的身份接觸了其先父的私人文件，然而他官方並未擔任該職。李顯揚稱此行為深感不安。總理公署否認他曾以任何官方身份行事，聲稱他僅是身為總理配偶，協助整理紀念展所需的物品。但在這對弟妹眼中，這項區別正是問題所在。一個不具官方身份的角色，卻擁有官式的影響力。李慧玲說得更為直接，她寫道：何晶與她的丈夫終於露出了真面目，而這些真面目顯示出他們兩位都不適合擔任目前所處的職位。總理隨後在國會作出回應，他否認了所有指控，並解釋了治理結構，說明何晶是對大馬錫董事會負責，而董事會則向財政部負責，這是一條清廉的問責鏈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選擇不對自己的親手足提告，在一個政府向來會迅速透過誹謗訴訟反擊批評者的國家，這種克制本身就令人注目。他表示，起訴家人會玷污父母的名聲。李慧玲對此也有所回應，如果總理可以濫用公權力對付有能力反擊的手足，那他會對普通公民做些什麼？李顯揚最終離開了新加坡，表示他在自己的國家感到被監視且不安全。這家人至今尚未和解，那些指控也從未經過獨立調查。而何晶在經歷這一切的過程中，始終穩坐其位。何晶之所以如此獨特，令大眾着迷，卻又讓批評者感到抓狂，原因在於他在社群媒體上的表現。作為亞洲最神秘機構之一的核心人物，他在網路上的曝光度高得令人驚訝，甚至帶着一種挑釁意味。
而他選擇發布的內容，揭露的信息往往比任何官方聲明都還要多。2016年4月，他在網上發布了一張猴子比中指的照片，這張照片隨即瘋傳，引發了一場不小的風波。他後來刪除了照片並稱其為誤操作，但大多數人顯然並不買賬。隨後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，他轉發了一則關於台灣捐贈口罩給新加坡的新聞，並配上了一句 Air 考慮到當時星台之間關於口罩出口的政治局勢相當緊繃，這簡單的一個詞，輕則被解讀為不知感恩，重則被視為公開挑釁。當時輿論反彈之強烈，迫使他隨後修改了貼文，補充到他對台灣所有朋友永遠心存感激。當然，最初那張貼文的截圖早已傳遍了世界各個角落，但最針鋒相對的一篇貼文出現在2019年8月，正值那場家族內鬥陷入膠着之際。他在臉書頁面上分享了一篇文章，標題為《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候與有毒的家人斷絕關係並無不可》。他沒有配上任何文字，沒有評論，也沒有解釋，但他根本不需要，全網路的人都心領神會，清楚他指涉的是什麼。何晶於2021年10月卸任執行長一職，轉移擔任大馬石旗下慈善機構大馬石信託基金 Temasek Trust 的主席。這看似為一段複雜的故事畫下了乾淨利落的句點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2022年底，加密貨幣交易所 FTX 在史上最大的金融詐欺案之一中崩潰，其創始人山姆、班克曼、弗里德 Sam Bankman-Fried 最終因詐欺和共謀罪被定罪。在殘骸之中，人們發現大馬石曾對 FTX 投資了2.75億美元，且正將其投資價值全部減計為零。大馬石表示，自2021年2月起進行了為期8個月的盡職調查。他們的第一筆投資發生在2021年7月。從技術上講，這確實在調查期間內，但批評者指出，在盡職調查仍在進行時便投入資金，這本身就對流程提出了質疑。無論如何，最終的投資承諾發生在2022年1月，正值何晶擔任執行長的最後幾個月，而關於究竟是誰簽署核准以及為何核准的疑問，始終未得到充分解答。他在臉書上作出了回應，他稱這次虧損是臉上抹灰。他承認僅有良好的初衷是不夠的，警告應提防錯失恐懼症 FOMO， 並指出這筆金額雖然令人心痛，但僅佔總投資組合不到1%。事實也的確如此，但這也精確捕捉到了這段故事中始終讓人不安之處，那種管理巨額資金而產生的鬆容自信。在這種規模下，數億美元可以被形容為寫入誤差，虧損被吸收而無需承擔後果，且問責制度靜靜地流向董事會，董事會向政府部門報告，而該部門所屬的政府首腦正是這位執行長的丈夫。新加坡是繁榮的，它是穩定的，以幾乎所有可衡量的標準來看，它都是運作良好的。但何晶與大馬石的故事留下了一個該國從未給出清脆答案的疑問，這並非關乎他的能力，並非真的如此，而是關於那個將他安置於此，讓他留在此位，並在此處保護他的體制。在這個體制下，新知是國家機密，防止假新聞法被動用，並非為了揭露真相，而是為了掩埋一個數字。而最響亮的失職控訴竟是來自總理的親弟弟，且這些指控從未經過獨立調查。資金依然在那裡，神秘感也依然在那裡。而在新加坡的某個角落，在臉書上，何晶可能依然在發文。